Hello，咁多位，我係 Matthew。今日我哋就嚟到一個香港人未必會專程旅行，但係好鍾意睇波嘅觀眾一定聽過佢嘅大名——史篤城 （Stoke-on-Trent）。喺2026年，衛報就指出佢係全英國第1名樓價最平嘅城市，距離曼城市中心同埋伯明翰嘅市中心都只係1個鐘頭左右嘅車程，更加係距離曾經移英港人風靡一時嘅熱門聚居地Crewe 只係需要25分鐘嘅車程。其中佢哋嗰邊嘅好區 ST4一帶新樓3房1廁1廳，大概就係需要26萬鎊至到28萬7千鎊。校網都唔差嘅，嗰區大部分嘅學校都係 good， 而且嗰度仲有一間嘅 grammar school。講完樓價之後，我哋就講下個城市啦。呢度曾經係英國陶瓷工業嘅心臟。更加有人叫佢做英國嘅景德鎮，但係當我行入去市中心嗰陣時，眼前嘅景象就同我想象之中好大分別啦。究竟 Stoke-on-Trent 係一個被人忽略咗嘅文化寶藏，定係一座正在衰退緊嘅城市呢？今日就同大家由旅遊體驗、消費、歷史文化，再去到市中心嘅近況，完整行一次。我哋嘅第一站就去到 Trentham。呢一區就可以話係 Stoke-on-Trent 比較有閒，比較適合一家大細嚟呢度玩嘅地方，因為附近集中咗幾個主要嘅景點啦，例如係 Trentham Garden、Shopping Village 同埋 Monkey Forest。首先就係 Trentham Gardens， 淨係睇個環境嘅話，呢一度都幾靚嘅，湖邊花園同埋草地，加上整體咧都保養得非常之好，行到入去就會令人覺得好舒服同埋放鬆嘅。如果你鍾意散步、影相，又或者一家人都想 chill 下嘅話咧，呢一度都好適合。不過個問題咧就係要收費入場嘅，價錢咧就係13磅13p。究竟入面嘅體驗值唔值得呢個價錢呢？呢一點就真係見仁見智啦。隔離咧就係呢個 Trentham Shopping Village， 本身個概念都幾好，將一間間嘅小店集中喺一個悠閒嘅園區入面。地方好乾淨，環境亦都唔差，但係當我屋企人行完之後，對性價比嘅評價咧就比較一般啦。聽我媽媽講，部分家居用品嘅價錢比起 B&M 同埋 Home Bargains 都貴，但係嗰個品牌嘅吸引力咧又未必真係特別高。國際品牌亦都唔算多。如果同我哋大西北呢一邊比較熟悉嘅 Treasure Oaks Designer Outlet 相比咧，呢度某一啲嘅產品咧，就會甚至令人覺得好似更加貴咁樣，所以如果你係想單純嚟買平貨，呢度就未必真係一個首選啦。但係就可以當佢係一個比較悠閒嘅週末市集，慢慢行，跟住再睇下一啲特色嘅小店呢，感覺上就會比較合理。跟住就嚟到我認為成個城市最值得去嘅景點 Trentham Monkey Forest， 佢係英國唯一一個冇籠嘅馬騮動物園。入面嘅馬騮全部都係瀕危嘅物種巴巴利尼猴。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嗰啲嘅馬騮並唔係困喺個籠入面，遊客可以沿住指定嘅路線直接行入去佢哋生活嘅園區，即係我哋一路行，身邊就真係可能會見到有馬騮行過。第一下見到嗰陣咧，我都好驚喜嘅，因為嗰種感覺同一般動物園好唔同，唔係隔住一塊好厚嘅玻璃去遠距離咁樣望住佢哋，更加係冇馬騮山嗰啲嘅馬騮咁活潑，而真係進入緊一個以馬騮生活空間為主嘅環境。現場亦都係有一啲嘅專業飼養員同埋工作人員睇住，提醒遊客要保持距離，所以整體感覺都係安全，而且啲馬騮睇落去仲好乾淨，同埋冇想象之中咁曳。仲有一點就係令到我嘅印象好深嘅，喺買門票嗰陣，職員就係會俾我哋選擇，希望將呢一部分嘅款項去支持邊一個嘅保育項目。雖然個門票唔係免費啦，但係知道部分嘅消費係可以支持到呢個野生動物嘅保育，就係會令到我覺得使呢一筆錢更加有意義。所以你問我喺 Trentham 入面幾個景點入面只可以揀一個嘅話，咁我就會揀呢個嘅馬騮動物園啦。另外有兩個地方咧都適合一家大細嚟玩嘅。第一個就係 Alton Tower， 佢係英國最大嘅樂園。
以極限嘅過山車同埋親子嘅園區為名。講完 Alton Tower 之後，就去到 Waterworld 啦。佢係英國目前嚟講最大嘅室內熱帶水上樂園，入面就有超過30條嘅水上滑梯、大型嘅造浪池同埋豐富嘅室內熱帶設施。佢嘅設施就令到我突然之間諗起嚟緊曼城即將會興建嘅水上度假村。官方就預計會喺2028年正式啟用，而且都會有30幾條嘅水上滑梯，仲有全天候嘅室內沙灘、植物嘅溫室溫泉同埋大範圍嘅成人水療區。嚟到 Stoke-on-Trent 咁就當然離唔開陶瓷啦。呢座城市以前係英國嘅陶瓷工業重鎮，所以嚟到呢度，如果完全唔睇關於陶瓷嘅歷史，就好似去咗巴黎冇睇過鐵塔一樣。不過 Stoke-on-Trent 嘅陶瓷景點咧就唔止一個，最出名嘅就可能係 World of Wedgwood 同埋 Gladstone Pottery Museum。但係如果大家嘅預算有限，亦都係會有兩個相對比較平嘅選擇，分別就係 Middleport Pottery 同埋 Spoke Museum。首先就係 World of Wedgwood， 呢度咧嗰個歷史就會好悠久，展館設計現代化，配套亦都係4個景點入面之中最完整嘅一個。遊客除咗可以參觀之外，仲可以去 Creative Studio 嗰度親手拉坯，又或者為陶瓷上色，整一件屬於自己嘅作品。陶藝嘅體驗同埋場內嘅收費咧都係比較高，某程度上都係俾錢呢個 Wedgwood 嘅品牌。第二個就係 Gladstone Pottery Museum 啦。呢度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保留咗傳統嘅平形窯，咁即係呢個 bottle ovens。歷史同埋工業氣氛咧亦都係最濃厚嘅一個。遊客除咗可以參加拉坯、陶瓷上色同埋其他嘅陶藝活動之外，亦都可以體驗翻昔日工人製作陶瓷嘅感覺。不過設施咧就比較舊，而且部分嘅活動都要額外再俾錢同埋預約嘅。如果想揾一個相對比較平嘅選擇，就可以考慮 Middleport Pottery。呢度仍然係一座運作緊嘅維多利亞時代陶瓷工廠。遊客除咗係可以喺度參加工廠嘅導賞之外，仲可以睇下工匠點樣用傳統嘅方法製作陶瓷。呢度咧亦都係會唔定期咁樣舉辦陶藝嘅工作坊，但係未必日日都有。所以最好都係預先睇一睇嗰個活動嘅安排。另外一個選擇就係 Spoke Museum 啦。呢度免費入場，位置亦都係接近市中心，主要係介紹 Spoke 骨瓷同埋呢個藍白陶器嘅歷史。博物館咧亦都係會定期舉辦黏土同埋陶藝嘅工作坊，但係通常都係只係限於指定嘅日子。出發之前亦都係要首先再睇一睇嗰一個嘅活動行程。當我哋行過 Falcon Works 同埋以前嘅 The Pottery Shopping Centre 一帶，最濃烈嘅感覺就係呢座城市喺過去應該係非常之繁忙，但係今日咧就已經唔再係同一個世界啦。一棟棟舊工業嘅建築仍然存在，但係昔日依靠陶瓷、瓷磚同埋製造業帶動嘅人流，而家就好似消失咗好多。同其他比較多香港人居住嘅英國城市相比， Stoke-on-Trent 嘅市中心就明顯係比較冷清。喺我哋逗留嘅幾個鐘入面，部分嘅住宅區嘅居民主要都係一啲白人嘅老人家。去到 Henley 市中心一帶，先開始見到比較多少數族裔同埋年青人。當然啦，我哋今次咧都只係一場快閃之旅，就唔可以單憑幾個鐘咧就代表晒成個城市嘅人口結構嘅。但係作為遊客，第一印象就真係覺得嗰個人口係偏老，街道嘅人流亦都比較少。不過露宿者嘅問題咧就對比起我而家住緊嘅嗰一區冇咁嚴重。遲啲咧我就會再帶大家睇下我個區嘅。但係最令到我意外嘅就係當日係星期五中午嘅12點至到1點，理論上呢一個應該係市中心比較多人嘅黃金時間，但係我哋去到部分嘅街道，
竟然見到唔少嘅鋪頭係冇開門，有啲嘅鋪位更加係長期已經係吉咗㗎啦。以呢個商場為例，喺出面望，仲以為係另外一座嘅博物館。入到去都有 H&M 同埋 Flannel 咧係英國其中一個高端時尚嘅品牌。成條街咧就靜到有少少似喺朝頭早5、6點鐘嗰個嘅市中心咁樣。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就係居民嗰個嘅消費模式已經改變咗啦，大家更加係 prefer 去一啲嘅大型超市、連鎖嘅零售園區，同埋去網上嗰度買嘢。傳統嘅消費模式一旦被改變咗咧，最先影響到嘅就通常係嗰啲嘅獨立小店。客人少咗，店鋪就更加難生存，而鋪頭越少，居民就更加係冇理由去返市中心嗰邊消費。不過呢一個城市亦都係有比較新嘅一面嘅。喺市中心附近嘅 Smithfield 有現代化嘅寫字樓、Hilton Garden Inn 酒店同埋新式嘅 Claysworth 公寓。同舊時嘅工業區咧，就形成咗一個幾大嘅對比。市政府亦都係規劃興建更加多嘅住宅，改善公共空間同埋交通，希望咧就慢慢將翻啲人流帶翻入去市中心嗰度。跟住就帶大家去附近嘅 Henley Park 啦。公園範圍好大，環境好開揚，亦都係有水池、草地同埋歷史嘅建築。如果行市中心行到攰嘅話，嚟呢度散步又或者坐喺度休息，都係好舒服。另外一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 The Potter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啦。除咗陶瓷同埋金屬嘅工藝品之外，仲有同飛機相關嘅展品。英國嘅航空歷史同埋陶瓷呢個嘅組合都幾有驚喜下。我哋去嘅時候，部分嘅地方仍然係進行緊工程或者係翻新，但係官方到而家咧都未有正式完工嘅日期。離開咗市中心之後，我哋就去到 Fort Greene Hall 啦。呢座大屋係建於1624年，係一座保存得非常之好嘅都鐸式建築。由外面嗰度已經係可以見到典型嘅黑色木框同埋白色嘅牆身。去到入面，家私、房間嘅格局同埋生活用品都可以帶翻大家去17世紀嘅英格蘭生活環境。最後我哋就上到山頂嘅 Mulcope Castle。雖然個名叫 Castle， 但係大家唔好以為呢度曾經有國王又或者軍隊駐守。佢其實係18世紀興建嘅仿古廢墟。簡單啲嚟講，就係刻意喺度好似古代城堡遺跡一樣嘅景觀建築。但係重點就唔係呢座城堡有幾真，而係個景。因為呢度地勢非常之高，企喺上面就可以望到附近大片嘅城鎮、田野同埋成個郡嘅景色。風就真係好大嘅，但係個景亦都真係幾震撼。如果天氣好嘅話，呢度係非常之適合睇日落同埋影相。不過山頂部分嘅路面就可能唔算係好平啦，所以着翻一對舒服防滑嘅鞋就會比較好。行完一日之後，我對 Stoke-on-Trent 嘅感覺好矛盾。喺呢度可以睇到傳統嘅陶瓷工業、歷史嘅窯爐、17世紀嘅大屋、英國嘅航空展品同埋國家級嘅樂園，亦都可以去 Monkey Forest 嗰度接觸翻一啲自然嘅動物生活環境。部分嘅博物館係可以免費參觀，即使係要收費，價錢亦都普遍未至於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另外一個最驚訝嘅地方就係樓價啦，同我而家居住緊嘅利物浦相比，嗰邊部分物業嘅價格係更加低。對於首次置業者又或者 budget 有限嘅家庭嚟講，確實係有一定嘅吸引力。雖然樓價平，但係都唔可以單靠價錢就可以判斷係咪一個適合自己居住嘅地方。另外一方面就係部分嘅街道，佢嘅冷清程度咧就真係超出我嘅預期。喺星期五嘅放飯時間，竟然係冇乜店鋪營業。傳統嘅市中心亦都係缺乏人流。對於本地嘅小商戶嚟講，就真係一大挑戰。另外，我都留意到部分嘅街道，好似 Bunsbank 同埋 Clifford 一帶，係受到非法棄置垃圾嘅問題影響。當一個地方係需要封路，又或者係使用一啲實體嘅措施去阻止其他人非法抌垃圾嘅時候，就反映個問題唔單止係影響市容咁簡單啦，
而係會直接影響到居民嘅生活環境嘅衛生同埋外界對呢個社區嘅觀感。所以如果係旅行嘅話，我會話呢個地方仍然係非常之值得去嘅特色景點。但係如果真係考慮喺度長住，就唔可以只係見到樓價平就即刻急急腳咁樣嚟到呢個地方度開展新嘅生活。如果你係中意購物、夜生活同埋中意熱鬧嘅氣氛，呢度就可能真係唔係你嘅首選啦。但係如果係中意工業歷史、陶瓷文化，又或者係想睇下英國嘅城市喺工業蕭條咗之後而家變成點，Stoke-on-Trent 絕對係一個值得安排一日，甚至乎係一日半去慢慢探索嘅城市。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如果去到 Stoke-on-Trent， 又或者你係認為呢個城市都未算係英國最冷清嘅城市嘅話，歡迎話俾我知你對呢個城市嘅印象係點？你認為佢係一個沒落咗嘅工業城市，定係一個被英國旅遊界低估咗嘅地方呢？嚟到影片嘅尾聲，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撳埋隔離個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